有媒体报道指出，讲桃园杨梅太平里的营区有一个阿兵哥伫靶场捡到一粒枪支，无行动去，昨竟然伫便所开枪哦，加载是空壳枪，无人受伤。也毋过因为枪甲枪支拢是军中的管制品，所以军方甲宪兵队会来进行调查。我们现在基于实战化的要求啊，我们都会配合步枪，所以这个枪并不是他去偷来的，我想这个要说明一下。弹的部分呢，它是大概捡到一个训练用的一个空包弹，大概在厕所的时间呢，就这样就往左下方这样子来做一个射击的一个动作。代志是伫新店湖口营区发生的。部长顾立雄表示，讲美国方面伫个训练的时，嘛提供阿兵哥枪机来进行实战的训练哦，模拟战场的环境。咱的军方应该爱针对人员的训练、射击安全、甲相关的规定、各风险的控管，佮来进行检讨甲改进。